謝賢中風病危，緊急送院 ICU 搶救情況危急。張柏芝連夜帶着三孩探望，謝賢面容憔悴的一句話，全家哇哇大哭。這段時間，一則消息讓娛樂圈震動，謝霆鋒一家已大掛，謝賢中風病危，三胎生父之謎被扒。達16歲的老牌影星謝賢因為中風病情惡化，緊急送院 ICU 搶救情況危急。他的兒子也是當紅男星的謝霆鋒得知後，立刻從澳洲趕回香港去見最後一面，這讓無數網友和粉絲都為他們祈禱和祝福，同時也引發了一些關於謝霆鋒和張柏芝的小兒子生父之謎的猜測和討論。到底這個小兒子是不是謝霆鋒的親生？為什麼張柏芝一直不公開他的生父是誰？謝賢病危，謝霆鋒放下一切趕回。據悉，謝賢是在7月23日晚上突然中風，被送往香港聖保羅醫院 ICU 搶救。由於病情十分嚴重，醫生已經宣布他沒有治癒的希望，只能等待死亡的到來。謝賢欲交代後事，不過當時的謝霆鋒正帶着兒子在澳洲滑雪，在得知父親病危的消息後，立刻從澳洲飛回香港。他沒有顧及自己的工作和休息，也沒有顧及孩子的感受，只想盡快見到父親最後一面。他出現在機場的時候被記者拍到，表情凝重，眼神落寞，沒有接受任何採訪，只是低頭快步走向出口。謝霆鋒趕回香港後，就直奔醫院去看望父親。據說他在父親的病床前哭了很久，也說了很多。他對父親表示了自己的感激和歉意，感激父親對他的培養和支持，歉意自己沒有多陪伴父親。他還對父親說了自己的心願和打算，說自己會繼續努力工作和生活，也會好好照顧母親和弟弟。他還表示自己會尊重父親的遺願，不會讓父親失望。謝賢對張柏芝孩子有偏愛，將所有財產分給孫子。雖然謝賢是一個有名氣有地位的影星，但他並沒有太多財產。當年他和小女友戀愛了12年，分手後據說給了2000萬分手費，都是兒子謝霆鋒出的。而且他平時也不太節儉，喜歡吃喝玩樂，不太會理財，所以他的財產並不多，也沒有什麼遺囑。不過，據說謝賢的所有財產都會分給張柏芝的孩子，也就是他的孫子。這是因為謝賢向來痛愛幾個孫子，尤其是小兒子。他認為小兒子長得最像自己，也最有明星氣質。他經常帶小兒子出去玩，給他買禮物，還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小謝。他還說過，如果自己有錢的話，一定要給小兒子買棟大房子。張柏芝也很感激謝賢對他和孩子們的關愛和照顧，他經常帶孩子來看望爺爺，和爺爺一起吃飯、聊天、玩遊戲，還在社交媒體上曬出了很多和謝賢的合照，稱讚謝賢是個有趣又可愛的爺爺。不僅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他還表示過謝賢是他在香港最親近的人，是他的精神支柱。謝霆鋒是否是小兒子生父？張柏芝為什麼不公開？謝霆鋒為父親趕回香港的消息，不僅讓人感嘆他的孝心和責任感，也讓人想起了他和張柏芝的小兒子生父之謎。這個問題一直困擾着很多人，因為張柏芝從未公開過小兒子的生父是誰。有人說是孫東海，有人說是陳冠希，有人說是李晨，甚至有人說是王力宏。但是這些傳聞都沒有得到證實或者否認。就在這段時間，香港知名娛記豬皮在直播時非常肯定地說小兒子生父其實就是謝霆鋒。他還列舉了一些細節來證明自己的說法。比如說張柏芝和謝霆鋒離婚後，每次謝霆鋒去看孩子時，張柏芝都會穿着性感睡衣勾引他，並讓他留下過夜。比如說張柏芝一直暗中和王菲較勁，想要奪回謝霆鋒的心。還有就是在得知謝霆鋒和王菲領證後，哭得死去活來。豬皮的爆料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和討論，有些人覺得豬皮說得有道理。
因為從小腕子的長相來看，確實很像謝霆鋒。而且謝霆鋒對張柏芝和孩子們也很好，經常陪伴他們出遊或者過節。還有些人覺得豬皮在造謠，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就亂說一通。而且謝霆鋒和王菲已經結婚多年了，感情穩定，不可能再和張柏芝糾纏不清。那麼到底誰說的是真話呢？我們只能等待張柏芝自己揭開答案了。但是張柏芝為什麼不公開小兒子生父的身份呢？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為了保護小兒子的隱私和安全。張柏芝是一個非常愛護孩子的母親，她不想讓孩子受到媒體和公眾的過多關注和干擾，也不想讓孩子承受來自外界的壓力和評判。她希望孩子能夠在一個溫靜和平和的環境中成長，不受任何影響。二是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和糾紛。張柏芝知道，如果她公開了小兒子生父的身份，就可能會引起一些人的不滿和反感，比如小兒子生父的現任或者前任女友，或者其他有關係的人。這些人可能會對他或者孩子進行攻擊或者誹謗，甚至採取一些極端的行為。張柏芝不想讓自己和孩子陷入這樣的困境，所以他選擇保持沉默。三是為了尊重小兒子生父的意願和選擇。張柏芝也許知道小兒子生父是誰，也許不知道，但是無論如何，他都不想強迫小兒子生父承認或者否認自己的身份。他認為這是小兒子生父的權利和自由，他可以選擇是否要對外公開，也可以選擇是否要對孩子負責。張柏芝不想給小兒子生父造成任何壓力或者困擾，所以他選擇尊重他的決定。對於此次財產的分配以及謝霆鋒的做法，你怎麼看？每年的520成為情侶的收場，明星亦是如此，只是有一些人很高調，而一些人很低調，比如謝霆鋒、王菲。儘管他們二人很低調，無奈二人都是巨星級別的藝人，他們走在哪裏都會成為媒體以及網友關注的焦點。果然在520有網友拍攝到王菲、謝霆鋒一起去旅行的畫面，二人包裝的還是挺嚴實的，看來還是不想受到外界的打擾。只是大家對他們二人太熟悉了，哪怕只是看個背影，都能認出他們二人來。看到他們攜帶的行李還是挺多的，看來去旅遊目的地有小住的打算。看到博主爆料王菲謝霆鋒520甜蜜出行，很多網友表示他們二人還挺浪漫的，雖然都是年過半百的人了，但是心態很年輕，不放過秀恩愛的季節。只能說做出這樣的評價，顯然還是對他們二人不是很了解。過去有記者詢問謝霆鋒如何過情人節，他表示現在的生活每天都很開心，每一天都是情人節。王菲、謝霆鋒他們都是我行我素的人，不為特意在大眾面前營造恩愛人設，只能說恰逢在520的日子裏出遊，被一起同行的網友拍攝到畫面而已。同時這名網友還爆料王菲、謝霆鋒坐在商務艙的最後一排，也許是不想受到別人的打擾。網友透露王菲的狀態非常的鬆弛，笑聲可爽朗了。王菲謝霆鋒的感情在娛樂圈堪稱是傳奇，轟轟烈烈的戀愛最終分手，二人各自結婚。只是誰也沒有想到，雙方的婚姻最終都以分道揚鑣為結局。更戲劇性的是，二人在離婚之後會發生破鏡重圓的事情。自從復合後，謝霆鋒給人的感覺就是不務正業，在事業的黃金時期不拍電影不出唱片，把更多的精力都用在陪伴王菲了。在4月底，謝霆鋒在香港啟德體育園主場館舉辦了2025年 Evolution Live 演唱會，5萬人的現場座無虛席，人氣非常高。這就是巨星的魅力，即便很久不營業，他的超高人氣絲毫不受影響。王菲也去看了演唱會，她在台下表現的也是非常的活躍，像少女一樣嬌羞可愛。在演唱會之後，二人再次暫緩事業，再次把精力放在生活之中。
如今王菲謝霆鋒合體去旅行，也引發網友的熱議，不過也引來一些爭議。有網友表示，離婚夫婦誰不養育孩子誰輕鬆，王菲謝霆鋒忙着到處遊玩，都是人過半百的人了，還這麼浪漫，還要過520。而在這個節日裡，身為寶媽的張柏芝還在辛苦工作。去翻看張柏芝的社交平台，在5月19日確實還在浙江忙着拍廣告，雖然是在工作之中，但是狀態看起來同樣是精神抖擻。謝霆鋒與張柏芝離婚之後，雖然兩個孩子一直跟着張柏芝生活，但是謝霆鋒也盡了父親的義務。據港媒報道，給孩子的撫養費也是天價級別的，不能因為雙方做了不同的事情就拿來做對比。每個人對自己的事業旅行計劃安排不一樣，其實像謝霆鋒張柏芝這樣挺好，離婚之後各自安好，這樣對孩子來說也是極好的，不會讓他們左右為難。